因应疫情停课无停学，学生伫厝内透过线顶学习，拢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，长期以来恐惊造成视力恶化风险。对此，严光师以个人教学经验，嘛认为线顶几节课专心上落来，目睭真正挡袂牢，对学童嘛是真大的伤害。那人手一机在学校的话，还有可能说，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出去散步。打闹闹，可能就会暂时离开这么近的阅读距离。可是你在家的话，就必须一定要盯着电脑、盯着手机，甚至盯着平板，而且长时间的。而且你线上授课一次都是大概将近1小时嘛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授课的一个的环节之下呢，其实对于学童来说，不管对学童还是对老师来说，对他们眼睛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细汉时近视，大汉就容易高度近视。一直到目前，国中3年10个人都有9个近视的高比例。所以严光师嘛进一步要求教育单位要缩短线顶上课时间，同时建议定期视力检查，一旦有异常，得马上移除。他一直盯着电脑，其实对他自己本身的用眼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压力。那么如果说我可以可能跟学校取得一个共识，说，我们可以把上课的时间稍微缩短一下，因为以往上课时间大概是45分钟到1小时嘛，我们可以缩短到大概30分钟，然后大概是休息个5分钟再来上课。站在我们验光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，对于近距离的这个用眼的这个眼睛的度数，可能我们也要去就近去调整。定期筛检最好是半年1次，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常常在用眼睛看3C 看书的话，那可能缩短那个检验的时间可能稍微短一点，可能3到4个月可能就要看一次，是不是度数有增加？对，那是不是有那种视觉疲劳的情形会更加严重那样子？为了兼顾远距离教学品质甲学生视力保健，家长嘛需要尽力来把关，注意囡仔使用电脑、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，协助正确用眼的习惯，避免伤害灵魂之汤。台湾新闻，阮子何超邦采访报道。